朱深的艺人谭爱珍，伫个台南市政府第5分局的邀请，伫个台南市北区振兴里活动中心举办今年北区头一场的反诈骗宣导的演讲。现场吸引媒体的社团、志工以及真侪婆婆妈妈拢到场来参加。谭爱珍表示，虽然过去拢是以环保的议题来宣讲，想袂到家己去互假的检调诈骗以后，遮尔啊有名。这是人生头一届以着受骗的身份来宣导反诈骗。第一场邀请我们台南的反诈大使，我们谭爱珍女士来跟我们所有的乡亲。那今天我们最主要是邀请长辈了哈，长者来，然后希望透过我们谭爱珍女士哈，来给我们这个现身说法，也给我们这些长辈呢，能有一些反诈的一个意识啊，透过面对面这样子的方式啊，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长辈们能够守住他的荷包，让我们可以跟这个诈欺跟诈骗来说不。这是我人生第一场哦，我以前这20-30年我都是在那个宣导蔬食跟环保，这是我人生第一场，竟然要讲诈骗。我真的很用功就是了啦。那我也很希望借这个机会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切磋，然后我们好好的保护好自己，毕竟我们都老了，我们自己不保护自己怎么行呢？你们说对不对？在演讲会中，谭爱珍甲民众来分享伊亲身遭受假检警诈骗的经历，好佳在后来解案，警方嘛顺利来抓到车手。就伫个人的经验分享，谭爱珍当时嘛询问现场的民众，曾经接过诈骗电话，现场竟然有超过一半以上。因此，伊也特别提醒大家，无论面对什么款的威胁，都应该保持冷静，并且卡105反诈骗的专线来纠正，避免受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